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慈悲怜悯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美好的主日早晨，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聚集在你的殿中敬拜赞美你。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和过犯，求你赦免，洗净我们的心，清洁我们的灵。求你的恩典慈爱，让我们在困难中有力量，在迷茫中有指望。我们特别为今天的圣餐主日礼拜交托在你手中，愿你圣灵充满，感动人心。求你亲自引领接下来的每一项程序，无论是宣召、颂赞、聆听话语、圣餐或者是奉献，都蒙你悦纳。愿你的名为圣，彰显诸天的荣耀，全地述说你的伟大。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敬拜的题目是真神之爱，在新灵粮诗选83首。如果您身体许可的话，请弟兄姐妹起立。站立，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起应文，我们现在要以起应的方式来一起诵读上帝的话语。今天的起应文记载在诗篇17篇第1节到第7节及第15节，请翻开教会圣经旧约549页，或者是观看我们的投影片。诗会以会众起应和的部分。诗篇17篇1到7节及15节。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愿我的判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到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上帝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15节一起来。至于我，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我醒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公祷，我们同心来为以下的国内外公众事务来祷告。首先，我们要为中南半岛的国家缅甸来祷告。缅甸它是东南亚面积第2大的一个国家，人口大概5500万，然后基督徒才6.2%哈。那最主要，它这个国家长期都陷入内战的冲突，而且诈骗集团猖獗。那金政府跟那个地方的一些都有很多的内战的那个风险。我们希望缅甸的基督徒能够切实的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更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也要为台湾卫理公会南教区台南卫理堂吴东泰牧师的祷告，愿他们的教会能够奉献充足，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合一，身心健康。我们也要为今年即将升学的青年学子祷告，愿主预备合适的学校，帮助学生有美好的学习。我们也要为
天气进入夏季来祷告，求主使台湾夏季气候风调雨顺，人人注意环境卫生，使疾病瘟疫能够远离。最后，我们以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同声来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你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课，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请廖先生姐妹来诵读今天的圣道经课。今天第一处经课是创世纪32章22到31节，在教会旧约圣经33页。创世纪32章22到31节，教会旧约圣经33页。创世纪32章22节，他夜间起来，带着2个妻子、2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雅博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毗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上帝，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毗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第二处经课在马太福音14章13到21节，教会新约圣经17页。马太福音14章13到21节，教会新约圣经第17页。马太福音14章13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以上是上帝的话。谢谢新生姐妹。读经，请听上帝的话，记载在罗马书第9章第1节到第5节，有在教会圣经新约171页，由4位来诵读。罗马书第9章第1节到第5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
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以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上帝。阿们。献诗，诗班献诗，今天所献的曲目是《爱传福音》。
谢谢诗班愿柔美的诗歌献给在天上的父。接着颁发本地传道聘书及本堂义务传道证书。以下时间交由本堂陈伟文牧师。谢谢我们的茂林兄啊，刚刚这样还要上去下来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高兴要来为我们的教会的传道人虽然他们有的是义务的传道，有的是我们的本地传道，那他们都在教会里面有认真的跟他们用心的来服侍。那我们的教会有聘了一位青年的传道，特别在教会里面做这样的一个青少年的工作跟事工，就是我们的辉真传道。那各位应该很认识他，因为我们常常也有安排他在讲台上面。那但是各位可能不晓得，他真正的服侍的牧区是在我们的青少年的牧区里面，我们的学青、社青还有我们的儿童主日学都有参与在这当中。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潘传道来颁发他的一个本地传道的证书。那本地传道我们是1年1聘的，那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在8月1号正式的上任，用这样的时间，因为我们的卫理会的传道人都是8月1号上任的，好，所以我们也用这样的方式来为我们的潘传道来受证，让他在我们的教会里继续来为我们的青少年的事工来做这样的服事。那我们要请潘传道到台前来。好，那我们的潘传道他曾经去过印尼短宣所以是实打实的，曾经在这个宣教地区有玩过一段时间那各位可能有听过他在小组里有做这些的分享。那他现在在我们的学青跟社青里面主力在这个地方，那也有部分的协助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所以我们要为他来颁发这样的一个证书。那各位可能比较还没有感受到我要请我们当中的学青，请你们站起来好吗？后面这一排的学青，请你们站起来，谢谢。好，各位，这是我们教会的年轻人他们都是我们的教会的这个未来的希望所以我们为这个我们的潘传道祷告，希望他能够继续的来带我们的这些的学青还有社青，他们继续的在教会当中来参与侍奉跟服侍。那我们要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请我们的文曲弟兄来颁发我们的本地传道的证书。好，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潘传道，还有为我们的学青、社青，为我们的儿主祷告，为我们的未来的教会的这些年轻人，求主来带领，让他们能够蒙上帝的恩惠。将来我们在这个地方会看到他们不断的有人上来侍奉，我们的教会是延续的，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在当中。我们一起来举手来为我们的传道，还有为我们的年轻人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我们的潘传道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差派他来到我们的当中，跟我们一起侍奉。愿你恩待他，让他有智慧聪明，有教导的灵在他的里面，有恩赐在他的身上，让他能够来帮助这些年轻孩子们，让他们在年纪幼小的时候就走在正路上，到长大都不忘记。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保守我们的青少年，保守我们的儿童，他们在你的面前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再次的拍手来欢迎我们的潘传道，谢谢。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颁发我们的本地传道的证书我们教会有有这个义务传道那有人问说义务传道是什么身份那各位应该有听过义警或是义交，对不对？好，所以如果正式的警察或是正式的这个交通警察不在的时候，那他们就是来协助做这些的维护秩序的或者是在做这些的协助的工作。好，那我们教会也有这些我们的义务传道，他们是没有任何支薪的，
他们是愿意用他们的生命来侍奉，那他们有参与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服事，那我们为他们来颁授这个我们的义务传道的证书。我们要请林老师，还有玉华师母，还有迪华，请你们到台前来啊。来，请转过来，来面向会众。好，各位，这个我们的林传道很知道要站在 C 位上，因为他是我们最资深的义务传道啊。他从65岁退休，从学校退休，就一直在我们的荣光堂来担任我们的义务传道。好，那这个内举不避亲，我的左边是我的这个师母啊，她也参加了这个我们的义务传道的训练。那我的右边是我们的迪华姐妹，她也是我们当中的义务传道。那有人会说义务传道有特别吗？其实没有特别啊。传道的意思就是要随传随到啊，所以这个他们要做的服事、做的侍奉要比众人都更多，这样才能够叫做随传随到。好，所以我们要为他们来颁发我们的义务传道的证书。那我们就一起来为他们来这样的一个向上帝献上感恩。我们来先颁发那个林继博老师这个是总会给的义务传道证书啊，这是证明说他们在我们的教会里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传道的侍奉啊。我们给我们的林老师啊，谢谢。好，那这是我们家师母啊，来，谢谢。好，谢谢。好，迪华。好，谢谢。我们来为我们的义务传道祷告，上帝祝福他们，让他们能够在服事上更加的蒙恩啊！我们一起举手来为他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我们的义务传道来献上感恩，谢谢你差派他们能够进到各小组团契里面，在那里侍奉。愿你恩待他们，让他们真的随传随到，能够在需要的地方看到他们的身影，能够成为会众弟兄姐妹的榜样。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你拣选他们来侍奉你，让他们能够在众人当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拍手欢迎他们啊！好，谢谢。接着正道，我们还是由我们陈伟文牧师来为我们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为家人祷告，信耶稣。我们请陈牧师。弟兄姐妹平安 ，Shalom 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平安的意思啊！各位，我们在夏令营的时候，各位知道有一群穿红色衣服的这个服侍的同工，他们的背上有一些像蚯蚓一样的那个文字的，那个就是希伯来文。他们上面的袖子上面的那个字就是 Shalom。Shalom 的意思就是平安。除了平安，它有和好的意思，有和谐的意思。所以，当我们问候别人平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祝福别人，希望他可以叫做平安，能够得到很好的和谐，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和好，跟环境、跟人、跟上帝都有和好的关系。好，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都很希望要有平安。那早上我们在台语堂的时候我们的司会特别提到一个事情，我们在台湾现在有所谓的毒油的这个案子，在日本有地震，所以其实我们要寻求平安真的是相当困难啊。好，所以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在他的工作的场域的前面种了2棵树，一棵是梅树，一棵是松树。好，他说这个寓意叫做什么？叫做轻松没事。听得懂意思吗？轻松嘛，哈，松树轻松，还有什么梅树叫做没事啊？所以那个是一个期待，一个希望真的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平安。
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得着平安，真的不容易。我们常常提到说，明天跟灾难什么时候会先到，谁会先到，不知道。但是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心中仍然有平安，知道我们无论在哪里，在什么样的时候，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愿上帝来带领我们。好，开始前我们先跟大家问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礼拜六，我们在暑假当中，礼拜六我们都有所谓的这个台语读经啊。那台语读经我们用的是汉字版的这个台语的这个圣经。好，那但是要问问大家，看看这里汉字大家都认识，但是你能不能够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啊？看得懂那个每一个字吗？都看得懂啊？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知道吗？有没有谁可以挑战一下，念一下完整的？念一下完整的，有没有？啊，还是要带大家手把手念一下啊！好，来，这个第一句话了哈，涂骹粪扫就歹看，涂骹粪扫，地上的垃圾很难看，对不对？目屎加走四界团。目屎加走是什么？知道吗？那个跳蚤啊、蟑螂啊，到处跑啊。还有什么？咱若看到真倒单啊，倒单是什么？知道吗？啊，就是很不舒服嘛，啊，或是这个倒痰的意思。无人爱甲伊做伴啊，没有人希望跟他一起作伴。好，所以其实台语是很有趣的语言呐，哈。当然这个免不了的就是要为自己的这个台语读经班做介绍啊，所以欢迎大家来学台语啊，学我们的台湾话，让我们可以有很好的一个表达。当然语言是来做表达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有时候可能会用的不是那么样的标准或是准确，但是至少我们能够知道有一些的意思，它的意思是什么啊？比如说像我们有很多的外来语啊，很多的外来语并不是跟这个原来的闽南语是一样的，它可能有很多的掺杂在里面。当然也有人会认为说以前早期的中原的文字，有人这样传了哈，说中原的文字就是河洛话，就是我们现在的台语，其实不见得，还是需要再去做一些的研究。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我们的有一些的用语，在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使用，让我们可以有很好的一些的交通跟分享。愿上帝来带领。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举起圣经来祷告。那如果你没有圣经，你有手机的话，也可以举手机，但是不要放在 LINE 里面，不要放在那个游戏里面，请打开你的圣经软体，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让我们用这样的祷文来祷告，使我们的心可以安静来读上帝的话。当然，除了读经以外，教会里面我们最常说的就是祷告啊。好，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内容。就是祷告是被证实的，它有一个事情就是，它不但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情，它也可以改变我们的重塑我们的大脑的回路啊。所谓的回路是什么？就是可以让你的大脑更活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希望能够常常记得很多事情，你希望能够能够大脑不失智，希望能够常常能够运动你的大脑，让我们能够常常来祷告。当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关心、需要祷告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我需要为一些人、一些事情关心，让我可以能够运动我的头脑。除了我们跟上帝有交通，特别我们也运用我们的头脑，能够来记得跟纪念一些人的需要。以前在嘉义的时候，曾经我们有一个阿嬷，她是帕金森症的，她没有办法很正常的行动。但是他成为家中的祷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同工。当他的孩子要出门的时候，他说：“妈妈，请为我祷告。”他说：“好，我为你祷告。”他的孙女要去考驾照的时候，他说：“阿嬷，请为我祷告。”他说：“好，
阿孙呢，我为你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不见得身体是方便的，但是我们的头脑仍然是可以清醒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常常为别人祷告，为我们的家人来代求。特别我们需要常常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为我们的家人来代求。我们很多时候为很多事情祷告，为教会祷告，为我们的关心的这些人事物祷告，但是我们很少为自己的家人或是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开始回来为我们的家人祷告，关心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家人来代求，愿上帝来带领。所以一个人在祷告的当中，他是最真实的面貌。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没有其他人的时候，那才是我们最真实的样貌。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你有多少时间在上帝面前很真诚的、很坦诚的来祷告？但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变成是什么？我们的祷告变成是报告了，听得懂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变成报告了，报告上帝我做了什么，报告上帝我怎么样了，报告上帝我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很少认真的、真实的拿下了面具，在上帝面前祷告。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要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祷告，耶稣曾经提醒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在街市上，也不要在人家看得到的地方，需要在哪里知道吗？在你的暗室里，在你的暗室里面祷告。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的父听见看见，必要赏赐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有在公开场合祷告，让我们也更多在私底下来关心跟祷告。所以对基督徒来说，祷告不是可有可无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忙的时候，第一个会放弃的东西就是什么？祷告。第一个会放弃的就是，这个没有时间祷告啊，开始工作了，开始去做一些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忘记说，祷告才是最重要的事。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不停止的祷告，不停歇的祷告。那样的不停歇是什么样的意思？不停歇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好像我们呼吸一样。所以有人说，祷告就是属灵的呼吸，每一个时刻都是祷告的时刻。各位知道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很多人用他的名字来取现在的名字。有听过一个人叫以诺，知道吗？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叫以诺。好，以诺圣经里面说什么？以诺与上帝同行300年。好，以前的人可能寿数比较长，他祷告跟上帝一起同行，跟上帝对话，好像朋友一样。圣经里面形容说，好像朋友一样同行，就是好像他就陪伴在你旁边，你跟他一起的说话，所以与上帝同行300年的时间。保罗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就是你要不断的，所以你的呼吸，你的每一个时刻都是可以成为祷告的时刻。好，那跟今天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各位，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人叫做保罗。我们讲过保罗很多次，这个人他是以色列人，他是一个外邦的先知。好，那各位，如果你要了解他的背景的话，在腓立比书3章5节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背景。他是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以色列人，他又是在加玛列的门下，他又是一个这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受教，他是一个知识很丰富的人。然而，这个保罗他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他迫切的为他的家族，为他的民族，为他的所在的这些众人当中，为他们迫切的祷告。为什么他会特别提到今天这个内容？是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本来领受了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的丰富，他们有很多上帝给他们的祝福。今天的经文里面特别提到，圣经里面说，他们有上帝给他们的约，他们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有血统上面，他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但是他们却不认识耶稣。然而这些的外邦人，这些的外邦的基督徒，
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却认识耶稣之后，他们却得着了这样的身份。他们得着一个身份，就是他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对保罗来说，他觉得相当的扎心跟难过。我自己的家人居然没有信主，但是我的其他的这些我传福音的对象，他们信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福音传一传，结果我们自己可能变成没有信了，或者甚至是我们的家人，我们也忘记传福音给他们。曾经跟各位分享过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会主约翰卫斯理，他曾经到美洲去做宣教士的时候，他在日记上面写下这样的话，他说：我传福音给印第安人，告诉他们得救的讯息，告诉他们要信耶稣，但是谁来救我？谁来救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可能我们为别人祷告，关心别人，然后为我们的这个朋友，或是为我们所接触到的人，我们关心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的心境啊，我们来读一下第2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2节，一起念来。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信耶稣，但是他却常常说他心里面有忧愁，有一个伤痛。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伤痛？我们来看一下，他对于他的百姓，对于他的民族，对于他的家人，对于他所认识的他的这些同族的人，他们没有认识上帝，这是他心中最大的愁苦。司布真这样说：只要把愁苦化为祷告，那么每一样忧愁都要带来你的益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多少的时间用在为你的家人祷告上？上帝听见我们的祷告，看见我们的眼泪，他会按照他的计划来回应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啊，我已经为我的家人祷告很久，但是他们还没有信，他们还没有接受，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认为说，我已经祷告很久的时间，但是我的家人都还没有认识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希望上帝按照我们的时间，但是事实上应当是我们要求上帝按照他的时间。在上个月的时候，跟弟兄会上个月跟我们的弟兄会在分享一个信息的时候，分享到有一个牧师叫巴克斯特，这个人他是一个英国人，他有一篇祷文非常的美。他说：主啊，按照你的时候，在你所要的地方，按照你的要做的事情，不是自己的，不是我的时间，不是我要的地点，不是我要的事情，而是全然的按照上帝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家人祷告，按着上帝的旨意为他们祷告？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的心境啊，因为这一节很容易被人家误解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为了什么。第3节我们来念一下第3节，一起念来。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哇，这个话讲得好咒诅啊！哇，我宁可跟基督分离，我都愿意。我要为我的弟兄，为骨肉之亲。好，各位，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这一节圣经我没有录出来，但是如果可以的话，请我们翻一下，你会发现很有趣。保罗在第9章的前面，第8章的后面，他讲了一个东西，是我们会觉得这个跟他所讲的好像不太一样啊。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我们来翻一下罗马书的第8章。罗马书第8章第38节。如果翻得到的话，我们翻起来念；如果翻不到，请听牧师这边来念。38节到39节啊。好，请听我这边来念。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
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好，有没有看到那个差别？有没有？前面说，不论是死是生，是天使的，是掌权的，是有能的，高处的，低处的，好像都不能够叫我与上帝的爱隔绝，对不对？但是为什么突然间第9章的时候，他又说：“我宁可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有没有看到那个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他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保罗他愿意为他的家人、为他的家族、为他的民族献上他自己，献上他的一切，即使会因为这样来得罪上帝，会因为这样好像与基督有分离了，他都觉得甘心乐意。我所谓的分离，不是说他真的要离开耶稣基督，不是的，不是说他要去离开他的信仰，不是这样，而是即使是为了他的家族，为了他的家人，为了他的兄弟，为了他的骨肉之亲，他会得罪耶稣，会得罪上帝，他仍然这样去做，他仍然愿意这样去做，只为了要让他的家人，为了让他的家族，为了他的民族，他希望他们可以得救。有很多人可能不晓得这个怎么样去用在实作上。好，各位，我们回到创世纪里面，各位知道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曾经做一件事情。上帝要毁灭所多玛跟蛾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跟上帝祷告。知道亚伯拉罕祷告什么？知道吗？亚伯拉罕跟上帝祷告，他说：“上帝啊，如果这城里面有50个义人的话，你要毁灭他吗？”上帝说什么？他说：“如果有50个义人，那我就不毁灭他。”亚伯拉罕继续说：“主啊，如果45个呢？”上帝说：“如果有45个义人，我也不会毁灭他。”主啊，如果30个呢？30个我也不会毁灭他。主啊，我再说20个可以吗？20个人。上帝说：“如果有20个义人，我也不毁灭他。”主啊，我还敢再跟你说，如果有10个人呢？10个。上帝说：“如果有10个义人，我也不会毁灭这个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能够听懂我刚刚讲的意思吗？亚伯拉罕在做一件什么事情？跟上帝讨价还价，为了他所爱的家人，他有一个侄子罗德在所多玛、蛾摩拉那边。他说：“主啊，如果有10个义人的话，不要毁灭这个城，好不好？”上帝说：“照着你说的，10个我也不毁灭。”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讨价还价好像什么？好像是这里提到的那个分离一样，不讨上帝喜欢呐。上帝要做的事情，我好像去拦阻了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心，为你的家人，为你所爱的人，为他们这样的用心的祷告，迫切到这样的程度，为他们用心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怕得罪上帝，我为我的家人祷告，我为我的家人祷告。祷告就是与上帝的相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祷告的当中的时候，你就是跟上帝一起了，与上帝同工同行的。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事情。我曾经跟各位分享到一件事情，就是以前我在马祖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时候的他曾经当过执事会主席啊，他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很好的弟兄。如果他没有讲他的见证的话，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个很棒的弟兄。他说：“我曾经是个浪子。我曾经是一个阿飞，是一个太保，我曾经是一个流氓啊！这个我是拿着球棒的，各位，那个棒球队不是在球场打球的，他是在路上打人的，知道吗？啊，随时带着球棒是准备打人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喝酒打架，然后到处去惹是生非。他的妈妈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有一天他在骑车在路上的时候，喝醉酒，然后骑车在路上。马祖是一个很多山的地方，
他说他在爬山路的时候，不小心车子滚下来，摩托车滚下来，他说全身伤，摔了全身伤，然后他拖着受伤的流血的身体，他回到他的家。他说当他一进他们家门槛的时候，他说他看到他的妈妈跪着在他的床前为他祷告。他的妈妈跪在床前为他祷告。这个弟兄他说，这个场景我已经看了不下好几次了，几乎每一天我老妈都是这样祷告的，但是我不晓得那一天居然他这样的祷告深深的感动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的时间，是上帝的时间，上帝的时间。我们这个弟兄他很真诚的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他现在是马祖卫理堂的一个很好的弟兄，很温和很好的弟兄，没有人知道他以前是一个流氓。所以你可以给人最好的礼物是你的时间，你可以给人最美的礼物是你的时间，为别人祷告。你有多少的时间为你的家人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为你的亲人祷告，为那个家里面最难搞的那个人，为他来祷告。记得刚刚我提到的那个巴克斯特这个牧师他讲的，上帝啊，按照你的时间，按照你的地点，按照你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相信你所做的是最好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工作是超过我们想象的。所以祷告应该是谦卑的顺服在上帝的旨意下，不是我要做些什么，而是上帝你来工作。祷告上帝来工作。好，所以保罗为什么那么迫切？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应该要有的。我们来看一下第4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4节，一起念来。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本来应该这些人应该要有的，本来这些人应该要拥有的这些的祝福跟丰富，可惜他们没有接受。但是这些的外邦的基督徒，他们信心，他们凭着信接受，他们什么样的祝福都有了。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你家里本来拥有的东西你不要，但是别人却拥有你家里的东西，而且拥有的相当的丰富。这是保罗心里面的难过，他希望他的家族，他希望他的民族能够来得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除了我们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以外，你有没有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所在的土地，为我们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能够举手为他们祷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举起圣洁的手为我们的地方祷告。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说，我们是祭司的身份。彼得说，我们是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帝荣耀的子民。那么我们身为祭司的人，我们有多少次举手来为我们的国家祝福，为我们的百姓祷告？各位，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也为我们的未来祷告。所以不是只是为了我个人的私欲，我想要的跟上帝求可以，但是有没有更多的，我们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未来，国家的未来，为他们祷告？刚刚提到我们的年轻孩子们，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祷告？每一天你的祷告当中，你有没有为你的孩子祷告？为教会的年轻孩子，为我们的年轻人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这样的迫切，而且他认为说，就像耶稣一样，耶稣也是犹太人，耶稣也是以色列人，但是他甘愿为了世人受咒诅。圣经里面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耶稣成为受咒诅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保罗说他情愿成为受咒诅的，因为他希望为了他的家族，为了他的民族，为了他的国家，他要为他们更多的祷告。即使上帝不喜欢，他也在所不惜，他要为这些人祷告。我们来看一下第5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第5节，一起念来。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
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上帝。这一篇是保罗的祷告，他在罗马书里面他写了这样的祷告，他说这些的列祖，他们也是基督的列祖，所以耶稣基督是在万有之上的上帝，就像这样。所以他说宁可他好像也是被咒诅了一样，上帝不喜欢没有关系，我要为我的家族、为我的家人、为我的民族祷告。本来我们祷告就是不配得的，我们不配祷告，我们才需要祷告。相信我们是不配的，我们的祷告才是蒙垂听的。只有信靠上帝的信实，祷告才能够从不配成为配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本来就不应该也不必要上帝听我们的祷告，然而当我们祷告上帝垂听的时候，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事情。求上帝来带领我们。马丁路德他说，我每一天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但是我每天要花3个小时的时间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更多事情的时候，更是需要更多祷告的时候，让我们常常为他人祷告。你身边的家人，你身边的人，就是我们应该祷告的对象。安静祷告，等候，直到内心有真正的平安。刚刚提到了，如果我们能够常常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为我们的家人求平安，即使他们只是出去工作，我们也为他们求平安；即使他们是出去考试，我们为他求平安；即使他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为他祷告，让我们成为家里面祷告的勇士。有一部电影跟大家做介绍啊，有一部电影，因为我喜欢看电影，如果有机会的话，但是这个电影恐怕已经很难找到了。有一部电影基督教的电影叫做《战争之屋》，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部电影？那个《战争之屋》在讲的是一个黑人的妇女，她的先生是一个军官，在美军服务工作的。那他们年纪很大了，退休了。那他们的房子要卖给其他的人。那但是呢，买的人进到这个房子的时候，他深深的被里面的一个氛围给感动了。他说这个房子怪怪的。各位，一般我们如果去找房子的时候，很多人听到房子怪怪的，第一个会想到什么，知道吗？是凶宅吗？是不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在这里面，对不对？结果不是，他说这里面有神圣的氛围。为什么会有神圣的氛围？因为这个黑人妇女，她在这个房子的时候，为她的先生、为她的家人、为她的关心的事情，在那里有一个房间，在那里祷告，所以那个房子叫做战争之屋。我们当中的弟兄，如果你是当过兵的，应该知道有一个地方，在当兵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叫战情室。战情室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为了战争的需要，在那里需要做一些规划、筹划或者是计划的一个房子。这个黑人的姐妹，她把她的房子当作是一个战争之屋，就是一个战情室。她为她的家人祷告，为她的先生工作出去祷告，为她的家族祷告，为她关心的人祷告，为她在乎的这些人事物，她在那里跪下祷告。所以去买那个房子的人，他说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氛围，它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到让人感觉到你所在的身边就是一个神圣的地方。这个罪恶的时代里面，能够留下来最有影响的，不是这些政治人物，不是那些人看为是高位的，在高的位置的地方，而是那些愿意在上帝面前祷告的人。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那个愿意跪下来祷告的人，让我们更多时间来为我们的家人祷告。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持续为家人祷告，不要放弃。有人说，我为我的家人祷告很久的时间，他们还没有信主，怎么办？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你的祷告，抓住上帝的应许。他说，我和我们的一家，我们和我们的一家都要得救。虽然时间还没有到，但是不放弃的，不要放弃家里的任何一个人，用任何可以的方式，在家里建立祭坛，为家里能够驱逐那个黑暗势力来祷告。刚刚提到那个战争之屋就是这样，在你的家里面建立祷告的祭坛。第二个，相信上帝的真实，不动摇。
虽然很多事情不是按照我们的期待，但是仍然要相信上帝是听祷告的。祷告可以没有声音，有时候我们很不知道应该祷告什么，可能没有声音，但是不能够没有心。我们的祷告需要有心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我们的心是有声音的祷告。虽然也许我们的嘴巴不一定祷告，但是我们的心是有声音的。历代志下这一个经文常常被用来引用，希望我们常常能够为我们的国家百姓，为我们所关心的人事物祷告。历代志下7章12节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举起圣洁的手，常常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百姓、为我们所爱的土地来祷告。台湾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土地，让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国家百姓来祷告。第三个，祷告寻求上帝的心意，上帝必然要成就。有时候上帝的延迟也有他的用意的，有时候上帝会晚一点，但是求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虽然是晚，但是上帝必然有他的美意跟他的旨意，把我们一切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他知道，并且他也接受我们在他面前的祷告。我们的需要，上帝早已经知道了。祷告是要更懂得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更懂得主耶稣的心，让我们即使是祷告到上帝都很厌烦了，我们还是继续祷告。所以最后期待就是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期待我们的心里面的祷告，我们能够抓住上帝的应许，抓住他的话，他要垂听，而且要来成就。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实际的案例。在嘉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姐妹，她信主之后，她的先生9年后才信主。她的先生是一个军人，然后为什么拖了9年？而且这个弟兄还是自己跑来找我的。我们这个姐妹，她的先生在军中服务，她先生以前是天主教徒，然后但是都没有去教会。她的父亲，这个先生的父亲，过世之后。他是一个孝顺的人，他父亲过世之后，他回到家里面，常常都去墓地、去坟墓那边去扫墓，去纪念他的父亲。我们的这个姐妹，她是在教会里面侍奉的，她是在教会里面服侍插花，服侍很多的侍奉，但是她的礼拜六、礼拜天，她全然的都奉献给上帝，但是她的先生始终没有来信耶稣，始终没有来到教会里，他的心里面很懊恼。有一天他说他祷告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个启示，他说你要爱你的先生，为你的先生祷告，为你的先生放下你的一切。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说礼拜六的时间，我希望专属于我的先生。当他从部队回到家里的时候，我要陪他一起去扫墓，陪他一整天的时间。这个弟兄，他后来自己跑到牧师办公室来跟我说：“牧师，我要受洗。”我说：“你是为什么突然间想要受洗，要成为基督徒？”他说：“因为我看到我太太的改变，我看到我太太的改变。”他说：“我等了她等了9年，她终于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因为看到他的改变，所以我愿意受洗成为基督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只是因为我们一个小小的改变，我们这个弟兄他愿意受洗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太太改变了，他愿意花时间陪伴他的家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可以多一些时间为我们的家人祷告关心。最好的陪伴就是我们给时间，但是最好的礼物就是我们除了给他时间，也为他祷告，让我们的家人能够到上帝的面前来，愿上帝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看到保罗这样的迫切，让我们也迫切的为我们的家人祷告，期待他们能够有一天来认识上帝。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也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依靠你，能够持守着主你所给我们的应许，
主，你说至于我们和我们的家都要这样的侍奉，我们和我们的家人也都要这样的得救，给我们有这样的盼望，相信在主你的时间，在你所要的地方，在你所要的这样的事情上面，你要来得着我们的家人。愿你施恩来带领，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为我们阐述上帝话语的真理。就刚才结论讲的，上帝是听祷告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持续为我们家人，不管他信主未信主，都是可以为他祷告。感谢主。圣餐礼，我们现在来唱新灵粮诗选300首，以属合一第1段。弟兄姐妹，请起立。主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因悲乃主自己为我舍离，主亲所过这笔，主亲自地这杯，我吃喝这饮杯，与主合一。弟兄姐妹，请坐。为家人祷告真的不容易，可能也会有人问说：牧师，那你有为你的家人得救、信主祷告吗？到现在还是有的。虽然我的母亲离开了，到今年刚好满2年的时间，我没有办法尽一个儿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能够把我的妈妈带到教会里面来。但是每当我回去到家里的时候，我的妈妈知道我是牧师，所以她都会在吃饭的时候说：“哎，牧师带我祈祷。”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的妈妈，我不确定她是不是有接受耶稣在心里面，但是至少她知道一件事情是，当儿子回来了，这个当牧师的儿子回到家里面，要让牧师来为家里的饭食，为我们一起的相聚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我不知道，也许你也祷告了很久。有一个妈妈叫莫妮卡，她为她的儿子奥古斯丁祷告了20年的时间，20年，每天不间断的。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不灰心、不放弃。也许你的家人还没信主，但是我们仍然为他们祷告。愿上帝来带领。我们请预备心来参加我们的圣餐礼。请听圣经的话：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让我们一同来同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盛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痛恨我们自己的行为，俯心自问，十分忧伤。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
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尊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为要救赎我们，曾发大慈悲，使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在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恭敬伏求慈悲的天父，应允我们的祷告，施恩给我们，使我们遵着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纪念他受死遇害，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杯，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同来同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我们要请陪餐的同工到台前来。弟兄姐妹，我们在领圣餐前，我们都要会用酒精帮大家做一些的消毒。那我们的同工也在台上，我们也这样的消毒，让我们可以在领受的时候是平安的。愿上帝来带领我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免罪流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请我们从中间的走道来到台前，我们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要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让我们谦卑的到主的面前，恭敬来到主的面前，谦卑的寻求上帝的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还没有受洗，但是你已经信耶稣了，那仍然我们坐在位置上，让我们用右手放在你的心上，我们用右手放在你的心上，让我们在灵里面来领受圣体与宝血。虽然我们不能够领到实体的，但是我们在心灵里面来领受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这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4楼的弟兄姐妹也请到我们的3楼来，让我们可以一起来领受这个圣餐。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拿到饼沾了杯之后，我们马上就使用，让我们能够使用完之后回到我们的座位上，然后我们在座位上，请你开始为你的家人祷告，为你所关心的家人来代求。他可能是你的爸爸妈妈，他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他可能是你的孩子，我们都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有机会来认识上帝，让他们有机会来认识耶稣。让我们祷告没有放弃，让我们一再一再的为了我们的家人，我们不惜的，即使是可能常常会得罪上帝，我们还是为他们祷告。让我们常常关心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家人祷告，愿上帝来带领我们。当我们回到座位上的时候，让我们回到座位上，为我们的家人关心祷告，为他们来代求，愿上帝来帮助，让我们为家人祷告，为我们所关心的我们的亲友，为我们的家人来代求。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不小心饼掉在杯里面，不要用手去捞啊，我们还会再给你新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
姐妹，我们最后来一起共读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我们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我们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的圣餐礼到这里。我们现在要以诗歌来回应上主的爱。我们继续来唱心灵的诗选300首以主合一的第2段，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现在要来收纳基督徒的奉献。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还不了解奉献的意义，或者是第一次来的新朋友还未预备，就请你先保留你的金钱，让奉献袋静静的从你面前经过。我们请司献的同工到前面来。让我们以感恩的心一起来祷告。赏赐丰盛的主，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尽我们的心思力量，甘心乐意献上金钱，求你亲自圣洁并悦纳，也赐给教会属天的智慧，将金钱用于扩展神国、宣扬福音及关怀弱势的各项事工，让众人得益处，教会复兴，荣耀你的圣尊名。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请弟兄姐妹一同站立，我们来唱《向主献陈歌》。主
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教会的新朋友？好，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啊，有没有拿那个？哦，没有，是不是？哪一位啊？路德师母的哥哥。哦，好，好，欢迎，一次欢迎，永远欢迎，OK， 然后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为他们祷告哈。那如果会后也可以到前面来，我们教会牧师还有教会同工会有一些接待，还有一些关心哈。来，我们现在来一起来唱《我们成为家人》。这个时候在这里，我们有主内同一的一家人的感觉哈。接着我们由四位来报告教会事工的相关信息，也请参阅周报哈。那因为时间有一点赶哈，我能够把重要的消息一哈。那个今天我们路德师母的兄长来哈，欢迎，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我们为来欢迎他，我们拍拍手好不好 ？OK， 消息二，那个我们今天是圣餐主日，那我们也颁发了本地传道的聘书，还有义务传道的证书。我们请为本地传道还有义务传道他们的服事能够得力来祷告。消息三哈，就是本周日，也就是本主日201教室有福音桥传播福音的信念，也欢迎弟兄姐妹能够参加哈。消息四，总会有牧子退休会将于8月3号到5号3天哈，在金门举行。我们伟文牧师还有师母，还有本堂的少文弟兄也会随队前往，请为牧者同工平安的祷告哈。消息五，总会姐妹会的夏令营将在8月7号到8号哈，在云林三好饭店举行。请为我们教会姐妹们参加有美好的收获。那
消息6号，下周的主日8月9号，教会将举办父亲节活动，请教会里的父亲或已结婚的弟兄们踊跃参加。会后也将召开我们8月份的执事会，请执事同工留步参加。消息7号，暑假期间，每周6的上午9点半到11点半牧师有开一个台语读经班，欢迎报名参加。消息8号，卫理公会有一个宣教活动，有南区场的8月22号礼拜6，在我们高雄荣光堂，也欢迎弟兄姐妹能够踊跃的报名哈。那相关报名会，我们那个相关部门会经费会支出哈。那消息9，这是卫理神学院哈新一季的推广课程哈，喜经哀歌苦难神学探讨，这个是由刘金钱老师9月11号要开课。请相关可以参阅相关布告栏哈。那消息10，这个复兴为我们教会复兴守望，请弟兄姐妹能够实体参加礼拜4晚上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另外消息11，我们产业部门有报告哈，近日教会陆续在整理各楼层的一些置物空间，散落在各教室和储藏室，非教会公共财产之物，请于8月16号前务必带回。若有特殊用处，请以办公室登记说明，限期之后将由教会处理。消息12，总会建堂消息，我们也请弟兄姐妹，为这个建造款项来祷告。在肢体消息方面，天气热，请加强各种自身免疫，还有一些日常生活的作息，然后登革热流行，居家环境、个人卫生清洁，我们也要注意 COVID 的传染哈。那当然也要为我们教会身体软弱，还有年长者身心灵的代祷。其他就是有下周的服事表啦，还有一些出席人数统计，其他的一些请参阅周报。请问牧师有没有其他补充？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些的补充哈。那我们那个11项的部分，我们的产业执事特别有提到，我们正在整理教会的一些的空间还有地方但是忘了漏了一点，就是我们如果弟兄姐妹你如果有一些东西冰在教会的冰箱里的话也请我们能够尽快的能够来取回哈，或者是你有可能会忘记了，那请我们能够尽快的能够来处理，或者是告知办公室你是否是要继续用千万不要再留下来因为各位知道现在牧师的身材越来越因为剩下的东西都要清理嘛好，然后又怕浪费，所以请弟兄姐妹不要再喂食牧师一直好不好？然后那个就请我们能够尽快的来处理哈。好，那另外请各位也关心我们的这个教会的一些在我们当中的一些的事工。我们下个礼拜是父亲节主日，那我们的要先跟各位弟兄先做一些的说明我们的父亲节的这个我们的礼物已经作为一个对外的奉献。我们奉献在我们的一个叫蒙蒙工坊的一个弱势的族群的一个机构里面他们是照顾这个就是身心障碍的孩子。
那感谢主，我们历年来我们的弟兄们，我们的奉献都是奉献在需要的一些地方，所以我们的弟兄们几乎都没有拿到父亲节礼物啊。但是我们下个礼拜我们的父亲节的庆祝活动还是照常的，而且我们还会有一些小小的、很小的礼物会给大家哈，所以不是完全没有礼物的，所以还是要请我们当中的弟兄，我们的父亲们。我们还是能够欢欣喜乐的。我们的礼物虽然已经捐出去，但是我们的心里面还是有上帝的平安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主来带领，让我们也为我们的这个父亲节的主日来感谢上帝，让我们享受我们的儿女们给我们的尊荣。所以下个礼拜，请我们当中做儿女的多多的疼惜爱惜各位的父亲好，那另外跟大家做一点报告，就是上个礼拜五，牧师跟几位同工，我们有去东港去关心我们以前离开我们当中退休的庄碧如牧师。那他现在在牧师现在在东港那边成立一个传头里教会，那所以我们也为他祷告，希望他在那边的服事都能够顺利那因为从昨天开始，我们的荣光堂成为教区长的座堂了，所以我们的区域范围，我们应该要去关心的范围也变大了。那我们的南区包括台南、高雄，那如果屏东，我们的庄碧如牧师在那里，屏东也是我们的牧区，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的南教区祷告，希望我们常常为台南有4间的教会，高雄有4间的教会屏东这边我们有1间的友堂，是我们的卫理会的牧者开拓的，请我们继续为这些的教会来祷告，期待有一天我们的南区的教会能够更加的健壮。那也欢迎弟兄姐妹到南区的其他教会去走走，去关心，为他们祷告，愿上帝来带领。以上，谢谢。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唱3-1颂。请牧师为我们祝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权柄跟恩典，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祭司，成为主你的圣洁的国度。让我们常常举起手来，为我们身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族群、我们所在的地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百姓来祷告。施恩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的人，也让我们自己也蒙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殿业，在殿业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事工代祷。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到前面来，牧师可以为你祷告。新朋友也欢迎到前面来，牧师和教会同工将接待你并关心你。